繼續來看中東的戰火，講伊朗這幾天的目標，唔那是美軍的基地甲大使館爾。伊朗早就用飛彈甲無人機針對波斯灣的國家發動新一波的攻擊，包括以色列的燃油廠，攏去互因攻擊。救助處長火燒厝烏煙燻蒸高，為另外一段影片會當看到消防隊會邊仔全國壓水，想要控制火勢。以色列北部海發這一間燃油廠，在咧當地時間30號叫伊朗的飛彈擊到，才會發生火災。中東衝突發生到今超過1個月。伊朗除了對抗美國、以色列兩國，更加吹油門攻擊其他波斯灣的國家。伊拉克巴格達國際機場的事故危險，30號半暝傳出真濟件爆炸。伊拉克軍方證實，在咧機場西邊的穆罕密德阿拉空軍的基地，被俄羅斯製造的鞭炮火子彈擊到，7台伊拉克空軍運送機總局毀掉，加載無人傷亡。可為着一間海水淡化廠，嘛將做伊朗空襲的目標。可為着國防部公布畫面，顯示咱佇咧土開的無人機含飛彈碎片，當時正是有一位印度籍的工人過身。حيث رصد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وتعاملت مع عدد 13 طائرة مسيرة معادية داخل المجال الجوي الكويتي。另外，有一隻科威特籍的遊輪原本載滿石油要前往到中國青島，所在咧杜拜港叫伊朗的飛彈擊到，雖然無人受傷，煞後甲板着火。面對伊朗的無差別攻擊，美國總統川普接受紐約郵報訪問的時候，敢若講一句，真緊就知影。北京嘛繼續要求伊朗把握機會，永遠放棄核武，嘛停止作戰，恐怖主義。If the Iranians reject this golden opportunity, the greatest military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continues to stand by to provide President Trump with every option available to ensure this regime continues to pay a grave price. 在美國放掉的同時，美國官員證實，美軍在咧蘇地阿拉伯一台E-3哨兵空中預警機給毀掉。這款預警機防稱作是美軍空中指揮中樞，不過數量無濟。如今一台海去有退休美軍上校講，會影響到美國掌握波斯灣局勢的天道。Hello， 我是張新文。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